到尾暗暝时，船工和大副恳求船长准因记调前围，船长毋肯。毋过大副抗议讲，伊若毋肯，船就会沉落。安尼了，伊才答应。但因记调前围，主围虽控制袂牢，规个船变甲摇摇摆摆，因只好甲迄嘛记调，干打剩一个空空的甲板。任何人拢会当判断我迄时的心情。我不过是一个初出棚的少年家，拄经过一届的惊吓，毋过火真细。呾我伫事后写起迄时的想法，因为有早前的忏悔，又搁为遐个忏悔转到当初的种种决心。呾我对迄种心情的恐怖较济过我惊死的10倍。所有遮个加上丰富的恐怖，互我到呾嘛无法度顾言语来描写。毋过上歹的状况还袂到，风雨继续遐尼大，水手家己嘛拢承认这因毋捌拄过。阮即只是好船，毋过伊同在，食水真深，伫水面摇摇摆摆。水手不时就讲船伫尾密落啊啦。迄时我毋知密落的意思，后来我问人才知，这对我嘛是一个好处。毋过风雨遐大，致使我看到平时罕得看到的情形。船长、大副和一寡较理智的船员拢伫祈祷，拢伫甲船随时可能会沉落底。到半暝，伫众人的困苦中间，一个落去检查的人喊声讲船底漏水，另外一个搁讲船舱已经积4英尺的水。然后所有的人拢去抽水，听到漏水的时，我感觉心脏敢若定去。迄时我坐伫面床边，一个就倒向遐倒入床房。毋过因甲我叫醒，甲我讲本来我啥物都袂晓，呾嘛会使帮忙抽水。听到这，我就徛起来，行到抽水机拍拼做。这时，船长看到一寡较轻的拖炭船，因为牵袂起风影，互风扫向大海。等因惊我远的时，船长下令开炮做紧急的信号。我毋知这是啥物意思，就是船海去啊，也是有啥物可怕的代志发生。简单讲，我惊甲昏倒伫抽水机边啊。因为迄时虽然顾家己的性命，无人插我，嘛无管我会死活，只是有另外一个人行到抽水机边，顾骹甲我踢开，互我倒伫遐，想讲我已经死去。安尼经过一大困，我才搁醒起来。阮继续抽水，毋过水愈积愈侪，真明显船伫尾沉落啊。虽讲风雨有较细，但是船挡袂到阮入港。船长继续开炮求救，一只雨风吹到阮头前的轻型船，冒险过一只小艇来救阮。迄只小艇冒极大的风险过我来，毋过阮无法度落到小艇，小艇嘛无法度靠我阮的船。最后，小艇的人拼命过，冒生命危险来救阮。阮的人为船尾迄落一条甲一个浮动的索仔，搁尽量甲索仔放长长。经过一阵车拼，小艇的人掠着索仔，阮搁抽索仔，互所有的人落去因的小艇。这时，但阮拢上小艇，对因也是对阮，拢无意思要搁上因的船。自安尼，众人同意随小艇漂流。阮搁尽量加顾向岸边。阮船长甲因保证，万一小艇我划的时靠搭，伊会陪上因船长。自安尼，小艇半过半随风浪漂流，渐渐向北去，斜斜划近岸边，差不多要来到稳特顿海角。阮落船还袂15分钟，就看到阮的船沉落去。这时我才初次明白船密落的意思。我着承认，
伫水手甲我讲船底沉的时，我差不多毋敢举目看海，因为若讲我是家己落到小艇，不如讲我是互人骗落小艇。自落小艇迄时起，我的心肝已经死硬硬，心内一方面是惊吓，一方面又是恐怖和面对前程的想法。伫即种状况的时，逐人拍拼各种爬小艇挖海花。伫小艇护影塔悬，会当看到海花的时，阮看到济人沿海花走，想要伫阮挖近的时来斗相共。毋过小艇的速度真慢，一直阁未挖花。等阮过了稳特顿灯塔，海花斜向西，弯向库鲁莫去，风势才小可互陆地炸着。阮伫遮上花，虽摸毋是无困难，逐个拢平安上花，阁行路去也嘛事。伫遐作为难民，阮得到真好的救助。在地的官员为阮安排真好的住的所在，尤其是生理人和船主互阮到家的钱，通随家己的需要去揽转，也是转去好学。